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好，安。平安，父亲平安。是，咱今仔日毋是要来骂上帝哦，咱今仔日是要来讲啥物？话定定拢会怪上帝有无？拢哎，是上帝毋对，就是因为你害我安尼，你害我吼，就是迄个跋倒，来拢是安尼，为虾米？大概发生代志拢开始问对无？上帝啊，为虾米即个代志会发生伫我的身躯顶诶？敢是安尼？吼，咱今仔日要来讲吼，到底是啥会毋对吼？来，咱今仔日吼，这是写毋对哦，即个是哥林多的混合，但是咱后壁要老师吼去欧洲即个去迄个迄啥物地中海的船。哦，地中海船啊，所以吼会当看到后壁真水的一个地中海吼，逐个观众朋友恁若有去过吼，嘛会当甲阮分享吼。你嘛会当甲阮写看觅啊吼，你敢有定定遇着即个定定怪别人怪东怪西？我就是哦，我定定拢会怪东怪西，牵拖着对。牵拖。是，真够牵拖，怪别袂人。写字袂水，讲笔歹。对，来个有迄个困袂去，讲床歪，安尼问床歪去，困无好安尼，敢有观众朋友即个经验无安尼？台湾的俗语有讲，袂晓驶船，阁嫌客个。袂晓驶袂晓船驶，就袂晓驶啊，就嫌客个驶袂过吼。是，来看驶船吼。真正是会呢，吼，但是即条格林德这条真正足矮着，水面甲25公尺会宽，所以，但是较早吼，伫较早的船有够啦，拢帆船嘛，毋是像即阵会当烧汽油啦，甲烧柴油吼，毋是安尼。这个没出来啊，是讲袂晓游泳，讲游泳裤伤大条。这我第一摆听呢吼，真是真趣味呢，因为我就是袂晓游泳迄个，安尼后摆我会当讲迄个衫，就是因为衫无好的问题吼，袂歹，迄个借口真好安尼。圣经有哪有安尼教示啦？吼，咱知影安怎去驶船，伫遮吼，咱个先说，因为有人知影讲船舵，舵台湾话袂晓讲，有人讲会晓驶船的师傅，但是驶船的师傅台湾话要安怎讲？伫即个圣经内底拢有吼。伫英雅国书3章4节，你看船虽然遐大只，互大风扫的时，犹原是用细细的舵来控制。舵的台湾话叫做舵，细细的舵来控制，就是用舵啦吼。照大公的意思，互伊转弯。大公是啥？大公就是驶船的，驶船的人，台湾话叫做大公吼。有啊，咱讲迄个，咱若坐计程车迄个运将是日本话啊，但台湾人有安尼讲，运将就是司机啦，咱叫做司机吼。驶船的叫大公，所以你看即段圣经吗？大公毋是大公，是台湾人讲的话吼，甲迄个大拢共款台湾人的话。你看船，迄讨海人拢知影啦。你看船虽然遐大只，互大风扫的时，犹原是用细细的舵来控制。照大公的意思，互伊转弯，要转要弯，拢照安尼来。所以咱看圣经来学台语吼，来。你看即个就是地中海的船啦，真大，真水呢吼。遮拢是哦，来咱来看地中海，格林德运河，小可来介绍格林德运河，因为咱拢听过圣经内底有格林德的教会吼，格林德即个教会是内底的人的生活吼真无好，就是讲。是真有钱啦，真有钱，毋过人的品行就无好。格林德为虾米安尼？咱看即个格林德是伫倒位？就是希腊的本岛，本岛南边个有一个皮洛尼斯岛吼。
这两个岛中有一个下矮的所在，这个下矮的所在哦，足久以前就有人想要家去，要做一条运河，毋过拢无法度通做，因为迄个是迄个足大粒的石头啊，挖袂过。啊，一条运河拢总共6.3公里尔吼。伊是连两个海足重要的一个所在哦，伊是伫爱琴海一定吼，一直到迄边叫做阿德里亚海，阿德里亚海就是通到意大利啦。啊，这边爱琴海就是连到土耳其啦。啊，所以真重要。啊，你若无爱经过一条运河，中即个下的所在吼，你若无爱对遐过，你爱个驶帆船，爱个加驶3日久，才会当驶过去。哦，真麻烦。所以较早的人哦，为什么拢入格林岛呢？你看格林岛的重要性哦，北边希腊的本岛，甲南边的货米若要通哦，拢总爱经过遮。啊，是讲土耳其到意大利，你要通运爱经过遮。啊，足侪船员，船啊驶到遮以后，就船放咧。啊，所有驶船的船员就去迄个岛的顶悬，格林岛啦，就去格林岛的城市伫遐车花宴乐。因为拢足够趁钱啊，就趁足侪钱，当伫遐开，所以呢，有拜足侪款神庙，因的庙哦，拢是维纳斯啊，什么雅典啊，拢迄个足水的查某囡仔。啊，其实因的庙有一寡祭司的拢查某的祭司，其实因是基督啊。因为即款的社会就是即款的风俗，所以格林岛的教会保罗伫遮住1年半。哦，伫遐安怎来教示因的人安怎生活？基督徒安怎生活？教示犹太人佮教示希利人，就是希腊人。哦，所以即个运河运河要做以前哦，较早还袂学以前是安怎拖的呢？伊甲物件放伫遮，驶到遮以后，落地有足侪落地啊，就甲船啊拖去伫陆地顶悬。讲那个国语有一个陆上行舟嘛，对无？啊，真正因的船啊，就从驶去伫路顶，啊用陆地来拖过，啊当然拖得足重啊，下骹甲伊抹油，迄涂骹吼，迄石头迄所在，哦，我想讲是中间啊，啊规只船甲拖过，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一个方法是，较大只的船个货物吼，就会卸落来，哦，搬过有迄边的船，甲继续载安尼。啊，所以即个所在会足繁华，就是讲，逐个人拢趁啊足侪钱啦。哦，你若肯做工，绝对是拢足有钱，因为逐个迄生意人哦，是所有的钱拢集中伫遐嘛。所以就是甘愿做牛，咱顶礼拜讲的对无？哦，甘愿做牛，物件无地通拖啦。啊，其实哦，尼禄一个罗马皇帝有一个尼禄哦，其实伊就是后来。保罗，伊顺道就是伫迄个尼禄皇帝，尼禄皇帝就有想要做，但是无成功吼。一直到迄个诺贝尔，哦，伊来发明炸药，哦，炸药啦，啊，就用石头用炸药甲伊崩落开，安尼就法度挖出一条足深的运河。哦，这条会深80米吼，真悬。哦，啊，伊食水然后8公尺，啊，佮伊个块虽然无偌大吼，即条，即个世界上吼，世界有人工来测出来上深的运河。哦，即条运河你看足深哦，6.3公里远。哦，即个就是格林岛的所在，顶悬有铁路，啊，佮有公路行过。啊，我是伫公路的顶悬甲伊翕的。哦，向两边啊，两边拢差不多拢真远啊，真向东向西安尼。哦，这条运河是安尼来。咱知影格林岛教会为什么讲人的生活遐尼幽暖吼，就是安尼来。啊，过来咱来看后壁，咱看圣经一个咧。圣经有讲到未晓驶船嫌客的吼。咱来看民数记，就是摩西带以色列百姓出来吉的时，哦啊，特别入去迦南地，啊，先派12个，哦，但入去看卖咧，看迄个地到底上帝讲，我要互恁的，我要带恁去的所在是老年甲密的土地，是一个足
足丰富的所在，要先叫因去看，无要叫因去实践叫因去看卖，结果转来有2个人的回答，另外10个人的回答完全无共款。2个人回答伊是知影这是上帝要掌管，就是讲，你看上帝讲我要带你出来，虽然埃及的队兵一直甲伊追到红海，无法度过，上帝讲要带就要带，甲红海变做大地，互因行，有无？伊若无物件食，吗哪互因食？因讲无肉，烟吞去互因食。伊即摆讲，我要带你入去迦南地，迄个所在足水足好诶哦。恁去看卖，转来报告，互阮大家欢喜一下。结果转来报告，10个人讲无法度啦，毋通去，毋通去。因就是讲伊要家己使准啊，伊毋知影讲上帝要家己使哦。有2个人，咱先看即个2个人诶。因头看迄个题目，咱当时迄张也袂读，来自5节哦。因头看迄个第40日久才倒来，40日咯，到巴兰的旷野的加德斯见摩西亚伦甲以色列的会众，回复因甲全会，佮用迄所在过去互因看。光爱配到一罐2个人光光灯佮甲伊讲，阮到你所找阮去的地，果然是老年甲密的地，这就是迄个地过去来加你伫摩西的面前安慰百姓，讲咱着入去上去来得到迄个所在，因足欢喜的讲迄个所在足好诶，咱较紧去，咱有够个力会当较赢因。这是家己甲约书亚2个人的看法，因为掌管的，就是讲使准的是上帝啊，所以因讲较紧来，较紧来。另外10个安尼讲，这就是袂晓使准也毋可以，伊想讲伊要家己使。你按咱看圣经上31，另外10个人讲，咱袂上去攻击遐个百姓，因为因比咱较勇壮。伊比人家用一声就惊着32节讲，因遐个人论所偷看的地，对以色列人报歹消息讲，阮所经过偷看的地是吞食遐个徛起的百姓的地，阮伫遐所看见的百姓拢真大汉。来，阮伫遐看见阿拉族人就是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后裔，照阮看家己亲像草莓。来照因看阮也是安尼，就讲阮家己看做草莓，甲伊比因真大汉我哪像草莓，照因看也差不多安尼啦，伊甲咱当做草莓，无法度咱毋通去，可是讲袂晓使准也毋可以，有无？是。上帝叫你做，你是毋是爱去做？对哦。就是。使准的是啥？你知影你使准的是啥物人？你敢家己控制你的生命嘛？使准的是上帝。但是咱拢想要控制拢想要，咱祈祷拢是想迄个啥物哩拜安尼讲上帝你爱互我这若无互我就受气，我去教会定定拢安尼对无？因为咱拢家己要使准结果拢使去倒位去毋知影安尼。所以呢，敢是上帝毋对的，拢是上帝毋对吗？就是因为上帝互我来遮。即阵真正泰国足热诶。为虾米会发生即个代志？定拢会安尼好，来放你的影片，小可看一个船顶安怎伫船顶看早起时，我敢若翕早起时的一段尔。所以即个是迄个老师去，就是讲伫雅典嘛爱要坐船去克里特，迄个克里特岛，迄个克里特岛有足侪故事通去讲的是即个真水的即个船这是一个船船即个顶悬船顶伫顶悬休困吗？还是敢若？伫顶悬因的内底内底有蚊床会当伫遐困你困醒就够安尼我是走出来外口因为会早时足寒
无啥人敢出来。这是下早时哦。下早时咧天要光的时候足冷，风头个足冷。我想讲这迄个透早。透早的迄个就先下晡吼。嘿，阮其中有一个有哪出来看。嘿，10点钟诶。因为阮困醒啊，因暗时就对船开出来。所以这个是迄个，这个是地中海。姊妹啊，甲阮做伙去的一个姊妹。地中海啦。即届老师去的，听讲有40-50个人吗？对啦对，有40个人对。40个人。其实即只船会当坐几啊百人啊，几千人的在入面。但干那恁坐尔呢？但是我无啦，还佫有别人啦。伊当坐足侪人，我是干那安尼少一部分尔。这就是迄个什么透早起的，鸟仔有虫食，会当翕到遮尔水的吼。因为风足大，佫真冷。这差不多10度。10度以下啦，因为还佫会降。对，上济有那10度尔，袂超过，因为真冷。所以老师转来拢感冒啊吼。感冒好去啊，无要紧。感冒好去啊，这是游泳池吗？顶悬无，伊无，这是一个天困的所在啊。你若讲下晡时迄个温度无遐寒的时，足侪人伫顶悬。这阵时拢无看到人啊。是，这差不多透早5点吗？拄天要光应该要6点啊。顶悬这是迄个小船，但是吊伫顶悬我迄个救生船啊，万一即只船要掂落，迄小只船啊就有效啊。哇，安尼即阵大家已经困醒啊？无啊？好来，好，感谢，多谢老师，真水的一个所在吼，真欢喜，后礼拜应该阁有啊吼，咱即阵才开始尔哦，所以呢要继续看老师去什么保罗的团队的迄个所在吼。路线卡只。路线卡只会咧继续来。卡只保罗的卡只，就讲安怎甲福音传去欧洲。是，所以继续老师拢会分享吼，足侪真水的所在哦吼。所以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后礼拜一的下阳吼，大家搁做伙来用台语来讲圣经吼，嘛真欢迎用俗语，对俗语哦。圣经。是，多谢吼，足侪吼，多谢美华、美秋、明辉吼，搁足侪朋友无写名吼，你会当甲阮拍招呼，写2字吼，互阮知影你伫甲阮做伙哦。泰国真热，台湾毋知会热无吼。袂介热。袂介热吼，今年即阵的泰国足热吼，像迄烘炉，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吼。来毋免啥物，袂晓驶船，大家拢应该拢。驶船毋通嫌客啊。是，所以咱大家来听的拢是会驶船的，所以会记甲家己按赞，起一个赞，安尼好无？好，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大家后礼拜再会。